请收看古井情深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行，悄悄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当安怎，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人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好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过来吃一粒去。你在找恁个？惨啦！阿妈，金宝啊啦，唔惨啦，一定给我食去啊啦。金宝啊！哎呦，死囡仔咧安尼，敢若帮我拼鬼咧，无声无水，逼阿妈后壁，要甲我惊死啊！安尼是成什么戏啦？哎呦，我一个头拄来年间5岁10岁，大步囡仔跟人挂鱼钩，啊你成什么戏啦？阿妈，这是流行，敢有我拍？啊你自家咧趁阿毒啊，啊恁爸拢袂管你。谁在意啦？阿妈，你捡遐个本数敢袂有钱？加减扣，加减卖啊，久来就一笔钱啊。捡一单，阁无够我唱一届歌咧。亏欠才有本啊！哎呦，这是毋通学恁老爸迄款啦，一寡田园卖了了，还有通用2代人。哼，若创伊遐尼费瑞哦，早晚嫌厝都无通住啦。像阮老爸迄款性地，你安怎甲讲伊嘛袂听？金宝，你着听阿妈的话啦，千万唔通甲恁爸学，有听无？啊，无可能啦！要学嘛学阮二叔啊，学阮老爸是要创啥？学恁二叔啊，害死人互掠去关哦！哈，迄千万才是人咧学哦，你侥幸哦！阿妈，你今仔创伫枕头内底有6点有够歹困的。你知我今仔创遐？你甲我偷听吼，你偷听我的今仔吼？阿妈，你讲这话就无了解我啦。我若去做流氓，我较袂去做强啊。我着无咧想阮二叔的面子哥。阿婆，你莫甲别人讲我今仔创伫遐。啊，阿嬷吼，哎呦，太过请你。好好，阿妈，你加饲倒去，我掠来掠。你走较后壁面啦。行，阿妈，咱行来掠。即摆就要了。掠，哈。掠。嘿，正义啊，你等下，欢迎。我想跟他找一找。我跟你讲。骗笑的，一个拐杖就变啊个摇摆，无插话无要紧咯。连阮阿妹来，你就该好伊命喘。你管啊！阿妈，我上惊坐伙人甲我念啊啦。拜托你加迄摆加食一粒，紧甲我念一句，安尼我足感谢你的啦。你哦，甲恁二姐以前都同款的啦。
我若加讲伊几句，就嫌我碎碎念啦。嘿嘿，真的哦，阮二姐嘛搞共款哦，惊细细念。你怎摆想要学恁二姐啊啦？厝内已经出钱就真两倍啊，你还想要学哩？阿嬷，安尼就是你的唔对啊啦！你一去行关遐尼侪年啊，你搁咧甲怨叹。想叫伊做人唔做，做几来你互我操烦。阿母，自己我一撮倒转来，是要扶我做。你出来啊！你偷走出来啊？你放心，我是提早出去。二姐，恭喜啊，紧入来啦！当然，金宝啊，去灶骹将这个烘炉给我捧出来，烘炉，阿嬷，摕烘炉要创啥？互恁二姐小过火一下，衰气才会消掉。好好，我知影。我来摕金纸。你即摆举铁棍啊，是要创啥？你嘛咧奇怪，牙棍也无犯法啦，你讲我要创啥？你甲我较注意，恁金宝的代志哦，母还袂煞，你莫愈母愈大条呢。会了呀，这个干事长的，敢有搁较警察局去啊？哪会无啦？安那呢？阮根本会安怎？少年啊，你可能讲哪比如啦？哦。干像我嘛咧袂晓见相呀，大人大种啊，拍输你来搁拍错倒，这伊啥？伊是逼我要甲伊输赢。啊，你真正要输赢？你上好哦，找干事长哦，讲的，代志会煞就好啦。那伊人硬，我会煞硬要讲。阮根本敢要叫伊乖啊？啊，无听到啊，你毋知？来，卖啦，我甲你无用的，毋通啉啦。我咧讲啊，阮新主管要来啊啦，我搁做些代志吼，还袂处理的。恁金宝的代志吼，紧煞会煞就好啦。阿爸，自从我答应你退出五十万，敢袂出一张的面包。到到我的梦醒起来了后，一切拢总无共款，连关心我的人，大家拢叫我认为着你知影。注意啊！阿母甲你煮一碗猪脚面线，你紧来食，通好过温一下吼。咱厝内面哪会放一寡遮伤啊甲干啊？这都我伫咧外面捡转来要卖啦。你当外口捡一寡遮有诶无伫咧卖？啊对，伫咧厝闲闲也无代志啊，啊就加减捡啦，嘛讲想煞小运动一下。阿母，刚刚阮大爷教阮小弟，伊拢无照顾你的生活是？天明，有啦，每个月有摕一寡生活费转来互我。啊，文成，莫讲。阿母，原谅我的不好，请你过了遐尼艰苦的日子。转来就好，会当平安转来就好。只要你以后好好做人，重新改过，莫让阿母每天为着你而操烦担心。我相信，你老爸在天之灵，也会安心欢喜才对。来，摊面线烧起来，开吃。
尊严。紧食，阿母今日食忝，我先来休困。5万啊！5万是伤少的啊！你敢着加早一寡去？哎呦，规矩我叫你去拖动啊！哈免啦！咱小拜托的哦，你若去村干事呀，你态度就放较落软的，唔通搁等你考土公啊死！你真正有够啰嗦，够执念的你啊！你唔知有奇怪，人啊做业乖啊，我也无去烦着你，为了伫金宝一句话，真正要走转去旧厝找人请拼，兄弟啊，代叫用笑啦！哇，我真听你话听袂爽呢。哼，笑。妈，我感觉你应该甲阿爸去较重的。那你看你老爸歹死死，敢要我地哦？啊，你嘛爱回去甲阿嬷含姨姐讲一下啊。敢对？哎呦，我有足久无去甲因阿嬷相笑问啊。嘿，阿玲啊，无你转去。哦，你大概拢叫我。啊无叫你要叫啥？哎呦。去啦！够烦的，好啦好啦，讨厌，偷养呢。阿静，阿静，小玲，你形容叫我阿静，我煞有要安怎应你啊？歹势啦，啊无我嘛毋知要安怎叫你。不要紧啊，叫阿静好，叫阿静较亲嘛。你做有啥物代志哈？阿静是安尼啦，金宝为着姨姐的代志去拍村干事，害我阿爸提起去甲人讲，我阿爸即马知影姨姐回来，可能会去找伊冤家。阿静，你敢会当甲姨姐讲一下，叫姨姐莫害我阿爸计较好无？你是咧烦恼恁阿爸，那是恁二姐。我阿爸哦，只是性格较歹啦，啊，毋过伊这是流氓呢。你放心啦，恁二姐吼，袂对恁阿爸安怎。搁再讲，伊即摆已经改过自新，毋是流氓。啊，毋过好啦，你若袂放心吼，无咱来看卖啊。甲讲，无你真讲嘛？你要对啊？阿兄，哎，你哪阿兄啦？我甲你讲哦，你若甲我食一支马纯水鱼啊吼，到家去互咱兄我感情团切。小玲啊，大人的代志吼，好因家己去解决就好啊。我相信恁二姐袂对恁阿爸安怎啦，莫烦恼遮尔济，吼，放心啦。安尼嘛较差不多。干事兄啊，这5万哦，第一点点的啦。安娜，你5万嫌伤少是？也无拢总要偌济你讲嘛？安尼啦。啥？30万哦？对。干事兄啊，你唔将我当作贪啊？廖董，莫勉强，你30万也开袂起哦。恁后生咱咧踮法院见面着。好，你若敢开税，我就交你啦。若有闲啊，再来阮厝佚，我来减你15年哦，我了解共事。哦，来，5万块。啊，啊啦，
是要互你的欢喜啊？了当的，你平常时一个钱是拍利息的干的，即摆为着恁后生，哦，你钱阁真感慨哦。恁爸做老爸毋是咧做假的，阮后生根本也拍人啊！我甘愿提钱互人食药啊，安尼我爽会用的袂？这钱你摕转去，恁爸无爱甲伊收。啊啦，30万后悔啊！我讲30万就30万啦，恁爸若加吐你这角银吼，我创干事来换你做。要无你即摆想要安怎啊？真简单，我替恁了解做功德啊！我用这30万拍金牌，用恁了解凊彩一个人的名，啊，关系互咱庙的啦。我欠你30万，我袂好嘢啦，无我也袂散啦。啊，若我受伤的吼，甘愿高牛屎。我介受伤啊！你真正要甲我闹回？安尼我人爽啊！30万啊，我会互你，你欢喜啊，点点啊收起。这钱啊，你看是要摕去注射，还是开查某，还是食药啊？实在你，啊你读学哦，莫后边甲我想，再5万退来，还阁差你2、5万，我叫阮某摕互你。哼！好啊，你这土公啊你用钱甲我欠，恁便帮你耍。我无欠你，你无欠我。阿妈，你本手剩下呀？啊，这放喺遮，行路也袂定位啦，我就一定爱搬出去。讲啥物放喺遮有味咯？我住遮久，也无闻到啥物。无转来无代志啊，转来代志了了。哦，阿妈，你莫遐细细念啦，连到我头拢疼起来啊！恁二姐若做你叫啥物代志，你都拢袂要紧。阿妈讲两句就代志了了，就头壳疼。我甲你讲啦，你若唔听阿妈的话哦，你我咧无路用啦。姐，若要好这吼，互我来就好啦，我保证吼，我甲出全啦。金宝，恁老爸是拢捌请工仔人来遮穿一卡补纸去？哪有可能啦？阮是去新厝搬遐大呢，无吼，即口井早就阮老爸讲调去啊。伊无可能遐好心叫工人来清啦。恁老爸是毋足气你若讲甲我？阮老爸吼心理变态啦，莫插伊，插伊吼嘛无啥物路用啦。你不好咧！哦，我心理变态。恁爸今日要互你知影哦，啥物叫做做老爸的尊严啦？哎呀，无你的代志啦，我来教囝啦。我甲你讲哦，今仔日恁爸讲一个10万，讲2个20万，你还要欠我10万啊？免看啦，伊无当我插啦。你叫做啥物姿势？安尼我就唔敢来谈。你啊啦，我安尼就是咧教囝啦，安知无？我就是因老爸啦。遐个有向你无啦，做会算算的啊。金宝，对恁老爸啦。二姐，你讲的话吼，我听会落去啦。金宝啊，金宝啊，要转去哦。哦，你看这囡仔，安尼啦无代无志啦，行到路啦，你结果歪斜歪斜咧跳浪似的，真惨者。孙大叔，你想要安怎？
30万摕摕吼，代志准煞啦。你用钱甲我牵呢，我愈想愈闲咧，我要放伊煞。啊，小可代志你真正要有甲安尼？咱若摕30万要互我吼，莫讲我牵一个啦，牵30个吼，我嘛欢喜甘愿啦。代志你无去当着啦，你讲个大量话，对，知影些？好，我拢毋知。恁这个案件吼，我咧送去调解委员会遐啦，互调解委员吼，甲你做公亲啦。讲若会好吼，和解书写写的；讲若袂好吼，只好行法院啊啦。互人迄囡仔片吼去行法院吼，对你无较好啦。我都毋是对付囡仔，我对付大人你啦。调解委员会主席吼是黄善伯兼咧做咧，啊，即个廖天明甲即个廖文成因兄弟啊，真久无咧烧酒问啊咧。我即个利用因小弟吼来替因大兄调解，安尼就有好位通看啦。也无感觉，真紧爱你的心肝，死心的人无开我，心痛一摆一摆笑笑一句，虽然若无看破会当安怎？无情人。不是你我，一切拢是命，牵把伊来，目屎好干，唔通留半滴雨干。感情这行到这，应该煞，我无欠你，你无欠。